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婚林园长这个乡亲真悲情。伊去中国游览，为金门小三通坐无人机返来台湾，结果伫咧台中青泉港机场出关了后，讲这个客停车甲客运的司机拢袂甲载，伊只好是拖着沉重的行李用行，为台中行到沙鹿、龙井，搁行到中华的新港、和美、秀水，一直行到溪湖。 足足行8点钟40外公里，实在行袂落去咯。才到当地镇公所化救人，才总算有好心人协助伊转去。一名住伫婚林的男子，车到对金门小三通搭机回台，自称是对机场出关了后，计程车甲客运的司机一听到对中国返来，拢拒绝载伊，车辆嘛拒绝到机场接伊。计程车司机和客运业者听到他是从金门回来，吓得都不敢载他，他只好一个人拖着行李走40公里回家。 男子拖着行李对青泉港机场用行路返去，经过沙鹿、龙井，来到中华新港、和美、秀水，一直到溪湖镇公所，足足行8点钟40外公里。我们有客人我们就载着，我们也不会问到，我们反正我们上车就戴口罩了啊。拢爱载啊 ，OK。别甲讲无甲载啦。计程车甲客运司机表示无听过这件代志，但强调绝对袂拒绝。男子目前居家管理状况真好。 不过为什么要用行的？当时协助男子回去厝的镇公所的人员嘛无清楚。他说他身上没钱回家，那我们同仁也买了早餐给他。他不让他的弟弟载，自己用走路的，然后可能因为到了西湖的时候实在是走不下去了，所以只好去西湖乡公所求助。 男子到中国旅游，返来台湾，亲像苦行僧，行路返去厝。伫转台访友关键的时刻，男子的行为嘛，互运将甲公所人员议论纷纷。